长相思，莫相忘。经过1年半的蛰伏，今天北京海文越剧团的小伙伴们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正式开始，首先请欣赏《春香传·爱歌》。那么，《爱歌》里面的梦龙是由我团的小生赵伟饰演，他曾经跟随赵志刚老师参加了2018年江苏省戏曲春晚，表演了《沙漠王子》。在今年的4月份呢，他又跟随着赵志刚老师参加了上海电视台戏剧大舞台的演出，并表演了《家，你不懂女儿家》最忆怀旧选段。《春香传》里的春香呢的饰演者是我团的资深演员赵一霞，她主攻副派，在《玉簪记》中饰演陈妙常，在《梁祝》中饰演祝英台。那么，掌声有请《春香传·爱歌》。春香，我看见了，你快出来呀！春香。大安同来万岁风，我便在儿来当中啊。当一根当当的，当儿跟叮叮咚，人家是当中，才知道一路中来两相逢。自己当中自己听，自己当中自己懂，春香当当的，朦胧叮叮咚，四一开春香朦胧，朦胧春香很叮咚。我在边天上迎河水，一边地上江河黑。是那千年万岁大不管，海水源源自天来呀！海水那有鸟儿唱，我要别上树上飞鸳鸯鸟。飞过青山绿水间，飞上高空到君宵。但愿天下有今生，
渡边同你鸳鸯鸟。其中你对你我，只一直在我逍遥。但愿百年自今宵，但愿百年人不老。我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高。我是明月下山腰，从此月半人不老。百年一再思今宵。春香梦龙的爱情故事在韩国可谓是家喻户晓，它就像西方人心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像国人心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。这样一个故事呢，有点感伤，但最终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。与《春香传》一样，《情探》讲述的也是一个爱情故事。女主同样出身卑微，同样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，同样的海誓山盟、恩情缱绻，但是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结果。春香梦龙最终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共同走向了幸福的生活。而情探中的皎桂英却遇到了负心汉王奎，最终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。请欣赏情探送王郎。剧中的王奎是我团的青年演员牛晓明饰演的，他参演的折子戏比较多，比如《情探送王郎》《梁祝》《甄嬛》《柳毅传书》等等。那么大家知道，越剧的诞生地在美丽的浙江嵊州，那么我们团里就有一位来自这越剧诞生地的，带着原汁原味越剧而来的丁姐丁良芬。此次呢，她饰演的就是皎桂英。下面掌声有请《情探送王郎》。
上相聚2年聚，你我的恩情绵随。春花去，如兰笑碎，暖着暖烧着中熬退，此去则得功名聚，并肩起共度春马去。唐人文章古娘子啊，怎对与妻把头相随来养君？怎奈是无名儿是困宿舍，此去年半载色不定，一面色暖要小心。南方寂寞要牢记得，花郎啊，你绿光小调送多味。有曾经，并将接你去边境，娘子带上欢喜登去，送归子到家里。《家春秋》是巴金先生的代表作，原名《激流》。1933年出现了单行本的《家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《家》是以巴金先生他的家族人物为原型进行创作的。巴金先生说：“我不单想写我的家庭，我想写一般的封建家庭的历史，想写这样的封建家庭怎样必然地走向了崩溃之路，想写这里面的倾轧、斗争、悲剧，想写里面的年轻生命
怎样的痛苦挣扎，最终走向灭亡。那么，请欣赏《家全后洞房》，由赵伟饰演高觉新，由我团的青年演员韩熙饰演梅芬。那么韩熙呢是主攻王派，她在家里面饰演梅表姐，在《红楼梦》里面也饰演了紫娟等角色。宋小敏饰演瑞觉，相信看过我们团版本的《西厢记》的这些观众朋友们，一定记得里面那个俏皮聪慧的红娘，那就是她的代表作。请欣赏《家前后洞房》。红尘人啊，三杯喜酒手三交。
举中央，同美丽虚光舞，花乱飘。想呀三龙去，不看一人三心吊。从今儿三金自己渺渺，不是在草是一鸟。他的是配满沙涌啊，一个肥佬，一身性平无涯了。他的是山山水山梦风山，情缘断了，龙心难降。名门望族是黑谁？夫妻千岁，俺家小腿把郎月是这样，生不是死，真相是那可丢不下。青城水寡娘，暮年岁养老。面对范仲才，面色心烦烦，里外结煎熬，生死凉了到梅林去，你可不能让爷爷丢面子啊！面子，你们只顾自己面子，就不顾害人一辈子。大哥，这是你下决心的最后机会了，若再犹豫，就要一生一世对不起梅表姐了。三弟，你的良苦用心我知道，可是我的难处，我的苦心，大哥，这位啊！娘求你不要再越帮越忙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告诉你们，美芬今天也嫁到赵家去了。梅表妹，你妈为赌气，急急忙忙接她找了一门富贵人家，这一切都是命啊！这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呀？大哥，你若再这样软弱下去，
那你的命就是人人摆布。郡尉，杏儿啊，一哥已经对不起了，难道还要去对不起第二个？再生，新娘子一进门就遭难看冷落，这也是在受罪呀。那还是跨进门吧。母亲，妹，你这一步是我逼你跨的，可是跨出这一步也是出于无奈呀。4更天了，我总不能让他等我守到天亮吧。朦胧一杯烛光里，心语一姑女双脚，一山风烟手光暖，一是我那心上人。一盼一顾，借问我，借问我。心上以为是神仙自己，眼前一个是红尘翻涌，一个天一个地，一根红线牵扯多少冤，多少冤。
绵长绵短，悄悄宽。山峦依岸，心暖怀。我传他名算心算是梦中人，更觉得貌他生很好的缘。从今是苦思念，东关谁一辈子相依相伴，我情愿。他一步我一传，再不问。万事我莫信，莫强心上情，去情换情人，关怀暖。你冷了吧？哦，不，我还好，我还好。东北已经发的，晚上还好呢。哦不，我自己来。多谢。都是一家人了，何用客气？一家人。哦，对，一家人。你做一打工一挣钱，太累了，快歇歇去吧。哦，我不累，你还是自己先睡吧。你不累，我也不累；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你，那我们还是看月亮吧。看月亮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开场看月亮吧。在公园家里的时候，晚上一开月光洒满房中，我们姐妹就爱在这神秘幽静的气氛里赏月夜做事美笛。怎么，你还会吹笛子？会的，可是吹不好。倒是大清早场外的桑树上，还有许多新家在叽叽喳喳唤我们起床。这鸟声比我的笛声还要好听呢。我不该啰嗦这么多。哦，不，你描绘得很美，真的很美。只可惜，今晚的月亮只有一半，而且快要落下去了。可月光照着的那一片白亮亮的湖水，也好像是一个大月亮啊！大月亮？啊，你的忽发奇想有意思。哎呀，湖边还有好大一片美丽，那一定是更美吧？莫非你也喜欢美化？喜欢，我从小就喜欢哎呀美化。，真是太好了！啊，太好了！祥林嫂是鲁迅小说《祝福》中的人物，她是旧中国农村中勤劳、善良、质朴、顽强的劳动妇女的典型。祥林嫂一生命运多舛，最后在年年如此、家家如此、今年也如此的地主阶级欢天喜地的祝福声中悲惨地死去，
这与封建地主阶级杀鸡宰鹅、大放鞭炮、祈求天神赐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更加剧了故事的悲剧色彩。问苍天一折是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发出的一段内心独白，她回顾了自己悲惨的一生，又发自肺腑地质问苍天：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魂灵？下面请欣赏祥林嫂问苍天，由我团演员白玉江饰演祥林嫂。多年了，于是一年，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啊？长啊！西门的风满天，寒冬腊月长长的日子，我怎么过？是梦啊，是真，在曾记得婆婆令我11岁，那祥林它还在摇篮面，我杀鸡为他三餐拿手，还街长把四不停，我是越做媳妇越做阿姐，看心是苦十几年，有谁知啊定亲8年，祥林寺留下了2代寡妇多残年。婆婆是啊，她分下了重杀，将我们啊为老啦，将我到山间，多亏老路啊，他对我好啊。
大毛天。阿毛，老罗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是笨，我是傻啊！我胆知道下些天，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城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。老罗，你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啊！谁知道啊，上红大旗，老罗的命啊，毛越走郎也，皮箱我无依无靠无天地，那大把月色切哦两截，我梅花我儿子从把路不尽啊，这秋的年色寂寞多残念，本是我两次寡妇在孽中，老爷他见我意，我为了所在去家门啊看，花去我恭喜12斤，真是到天大的罪孽都可受难，恰为何我的罪孽人间没有亲本爹，哎呀亲本爹啊！我要告诉去，对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只有太太问苍天。文林究竟有没有？文林究竟有没有呀？苍天。我就低头问人间，地狱到底有没有？地狱到底有没有呀？死了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？告诉我，
话告诉我。让我们从绣红旗的深情中走出来，继续欣赏一段由神话故事改编的越剧《追鱼》。《追鱼》呢，通过张真和李鱼精的爱情故事，歌颂了纯洁的爱情，也讽刺了富贵人家嫌贫爱富的卑劣行为。剧中的张真由我团青年演员杨晶饰演，李鱼精由韩熙饰演，请欣赏《追鱼》书馆。桂花尽望，素衣晚苍。
把转翠哎，想我张真，爹娘在世之时，曾与丞相京城之女牡丹小姐自由订婚。不因亲王加拜，无奈只得到京府投亲。不料岳父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，就命我到兵部探官抄达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呀。也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唉，好不烦闷人意。说什么医院本是前生的，有谁知人心这一场？他今夫三代不遭他一许，我张真啊，何时得中状元郎？又听得一声声鲤鱼摇郎，八月阴山成了。满点金光，鲤鱼，鲤你那里西凉水府，我这里寂寞书房，我把你今情诉难通，空杂香，万夫愁长。唉，鲤鱼无子。我说他这身，我还是都送去吧。
你心知道的不负，孟秀才没啥不怕情深长，今朝丽玉草水面。为为是我是谁不情郎？免得我变成女干小姐的模样，前去为变了。先把这山山草，只见他头乱配，眼倦配，面庞儿与那婆一样美，我与你虽不曾见过一方，恰为我天下所比，相思我上街去问心他，只恐他自来要叫我归。多少事不管他这万千相思，我在头开。今世啊，今世啊，秀才家口水从来打，叫我是我去安排。
银雕，千纱几地清凉水。华林水族何处来？哎呀呀呀呀！我怎么在门外睡着了呢？你是谁家窈窕了？银河月夜到书房。他问我何时到书房，这叫我羞人大大与难当。你是谁呀？他为何沉吟不语呀？他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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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我不是花妖书记也迷人。变做了美女来害我读书郎，我就是有年的婚。莫非是牡丹小姐到书房？小妹儿虽叫牡丹，却又亏过是天下。哎呀呀呀！果然是小姐来到书房，小生未曾原因，实在是有罪呀，是有罪。是不管呐，不管。小姐，小生书房简略，我们何不在月下当坐啊？小姐，请坐吧。你请坐啊。我有啊。长老，
姐，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位美貌的小姐呀！好一位英俊的秀才爷。小姐，上啦！我长在远道来投亲，梦多福啊，命我在必不谈判公所谓，我常把子孙必长于真是无缘难把龙女情，今晚多半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是梦境？啦，独自为爹爹做事千丝彩，雷郎君王眷顾等伴才为，风花冷暖谁谁理，孤苦凄厉无谁非，流胆自尽心不安，应是我也必丧尽看郎君。小姐，上啦，喜不悔，轻松居官杂郎衣，梦里衔来了龙女为。好一个啊，梦里衔来了龙女我，小生是一家好世家道宾，功名为等公主帮，他误了小姐你终身。你想到功名你对龙福吧，我看你一定有经受好千岁，总算是你身上长功难赦罪，刘大永不言粗心，但愿得夫妻万日长相许，更比那有唐骏马随上飞。他妻子逃离风声容易累，更有那父爱好情领真情，我倒一愿意无悔，家在这今晚月下又想起妻子自从离泪
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型宫闱喜剧，是我团的保留剧目，也是本场演出的压轴大戏。剧中的黄埔少华由我团的资深演员宋春梅饰演，孟丽君由我团的资深演员樊琳娜饰演。樊琳娜主攻花旦的副派、王派、吕派、金派、袁派等，可谓是学什么像什么。她曾主演过全本的剧目《红楼》《梁祝》《梅龙镇》，饰演的折子戏就更多了，有孟丽君、三看玉妹、打金枝、碧玉簪等等。由宋小敏饰演荣兰。最后，请大家欣赏孟丽君探病，掌声有请。丞相到。先是王先生母生好亲近，为什么不见有人把他迎？莫不是二老不知丞相到，莫不是少王真不清，莫不是这病中万一病，我还需谁进边多来神。这娃见我相把关谁3年去问无恙话呀话，我信你命运比我强，3年来时时能伴他在身旁，他身旁我嫌你不吹风不吹浪，但仗用分好像金城里，真用假冒来相逢，真不叫人错尽三军情难长。这屏风的之外，却是金子的很呐。是啊是啊，说不定还是钟孝王亲手所写，亲
亲手所画的呀。对呀，对呀。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宋孝王。是来了，恩师，你可要取我的命啊！哎呀！宋孝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安门。啊！哎呦！恩师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，急性病，恐怕是肝火太旺了吧？恐怕是一呀失调吧？此病不要紧，说是有迎风太后水胆，太后水胆一个，哎，怎么样啊？保管元气，心旷神怡呀！咦呀！哎，喏，此药能将心锁起，接受。哦，药上的病岂是常药所医的吗？这药香恐怕用不着了。用法当教伺候。恩师，实不相瞒，我生的乃是盲病啊！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是盲病啊！哦，我的病乃是为你。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哦，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真是恩师请看，这是盲人精生我的自画像。哦，这是盲丽君的自画像，那我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了。恩师请看。画得好是画得好啊，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好。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！他语言当作无一样，我有心才把心话讲。恩师啊，王多少啊，与忙里
言妻，你得了这样一位似花似玉的小姐，真是福分不浅哦。可惜是王旁天色3月多，未见他头露真相。恩师啊，你迎亲送我回家宴，真乃是话柄不能送其上。言妻呀，好风来是风吹长，青云一路终能上。你与他与情人终能成眷属，你何须焦躁不用慌？此情是好风一领同不上，只怕他出了高官把旧情忘。我为他撇天宽土等家业，我为他夜夜是梦梦难上。一片真心一片调，无动于衷为哪吒？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，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为上，他轻轻为我思念上，他狠心心愿我紧紧忙，他酸溜溜雨中的字把我自爱，他万千苦中他情不想。常言道，水未落石难沉，我心中有话真明讲，生死半句是不可，一旦遇祸要害夫郎，见你为此我真下当少呀，在南沙身的苦衷，你替我体谅王立军啊，王立军，依我命令，尽责自裁，下四通马路。你呀，如果没有团结我，你的心思瞒不过我。你是为反起凶贼，贪心在领杀身苦。3年来你为兵法乱，谢家园，此次有因，百不得已你才有错。更何况你我俩
杨家功劳大，不惧万岁不娘子。唐沙生要听你猜，同为难不吃赴汤遇豆腐。李靖啊，若是万岁赐问良家女，要少娃是否娶来夫？那日行起即将到，你切莫犹豫在首都。你啥再把事情误，你不申诉我申诉，你这谁不负起谁不定堂里。不请怪一份了听少话语激情情意醉，谁有才做情人，谁知道心里梅花早知彩，他家乡满开的木樨不记心，我真爱公才把身体，巧用才美苦比心。一来是本着安静待茶情，二来是待等太岁当里，啥得太黑来帮助可报的。官算特心，福不听。马丽君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言情呀，你为娃乡起兵冤枉乡，你可知娃乡有口难张？你看他切不清楚明事情，想必他你的心思早知晓。你看他泪眉淡扫只为藏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王瑞君啊，你的心也太狠了啊！哎呀，这是你啊，这是你错怪他了呀！哎，是，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呢？言情。为他欢唱悠悠走天涯，平时过离心女子也知晓，言情你爱从此山对他。
我的妻呀！宋孝王生死父亲，父婿妻子永雅，就此告辞。李靖，李靖，李靖！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，谢谢你们。